呢一條短片係想俾大家明白點解我要去英國尋求英國政府營救我個女。我個女被綁架同埋操控，作為人質與及性嘅奴隸已經超過3年㗎啦。你哋一啱睇到嘅相呢，就係佢被綁架之後影嘅相㗎。睇嗰啲相之前呢，我想你哋知道點解我會揾英國政府救佢。Sarah 係喺英國出世嘅，呢一張係佢嘅短出生證。另外有一張長嘅出生證呢，係詳細記錄咗佢嘅父母啦，即係我啦。仲有好多其他詳細嘅資料嘅，但係嗰張長嘅出世紙呢，俾人偷咗。舊年5月俾人偷咗。呢一張呢係 Sarah 嘅身份證，係 Sarah 嘅身份證。佢係香港永久居民，佢亦都有英國護照，亦都有澳洲護照，因為佢亦都係澳洲籍嘅。呢一張相，而家你哋以下睇到嘅相呢，都係佢被綁架之後影嘅相嚟嘅。所有佢被綁架之後影嘅相呢，全部係喺6日之內影嘅。你哋可以發覺呢，佢個樣喺6日之內呢係好唔同，因為俾人打到豬頭咁啊，所以咪唔同晒咯。呢一張相頭髮亂七八糟，亦都有瘀痕啦，嘴啦、面啦都係腫咗，個鼻有少少腫啦。呢一張亦都係啦，有瘀痕啦，有傷痕啦，成個樣都唔同晒，頭髮亂七八糟。呢一張呢亦都係啦，塊面腫晒啦，個嘴腫咗啦，頭髮亂七八糟嘅。呢一張就係佢打電話俾我嘅相，頭髮亦都係亂七八糟嘅。佢個嘴亦都係腫咗、損咗。呢一隻眼同呢隻眼呢都係有啲問題嘅，不過你哋冇睇慣佢嘅樣，可能唔覺。呢隻眼好明顯啦，係瘀咗、腫咗。佢係好唔開心啦，頭髮亦都亂七八糟嘅。呢一張亦都係啦，塊面腫咗。留意佢嘅眼睛，因為佢一直係俾人哋監視住嘅。呢一張呢，塊面冇瘀，個樣亦都稍為好啲啦，但係都係塊面比佢正常嘅佢呢，塊面係比正常嘅佢係腫咗啲嘅。呢一張係佢被綁架之前1個月，佢慶祝生日嗰陣影嘅。以下你哋睇到嘅相呢，係我最後一次喺 Skype 嗰度見到佢嘅樣。佢頭髮被剪短咗啦，而且係兩邊唔平衡，一邊短啲，一邊冇咁短嘅。呢啲係佢被即時虐待之前嘅相。影呢啲相嘅嗰一日呢，我係同綁架者呢係有溝通嘅，通過 Skype。喺同綁架者溝通完之後呢，其實係喺同綁架者溝通嘅期間呢， Sarah 係被即時虐待嘅。而家你睇到佢嘅頭髮呢係鬆啲嘅。啲相影得朦啦，其實佢個嘴係受咗傷嘅，眼啊鼻都係。呢
陣間會有一啲相，或者可以呢一張相可以睇得稍微清楚啲。佢個嘴啦，佢個鼻啦，都係受咗傷嘅，對眼亦都好腫嘅，塊面基本上都係腫啲嘅。但係我電腦唔叻，我冇辦法將佢原本嗰張相擺到上網。呢一張咧，亦都可以睇到佢嘅嘴咧係腫咗，兩邊嘴角係唔 balance， 眼又腫嘅。我嘅 IT 太渣啦，唔識整嗰啲相睇得清楚啲。佢對眼係好腫啦，個嘴亦都係啦，兩邊嘴角係唔同嘅。呢一張相咧，可以睇到佢係冇鞋着嘅。其實當時係嗰陣時係9月啦，喺澳洲都係凍嘅，而且我 check 過嗰日夜晚黑嗰個溫度咧係低嘅。你可以睇到咧，係佢個房咧係有暖氣啦，但係佢其實係冇着鞋嘅，對手似乎係被綁住，我唔係好肯定佢隻手嗰度。呢張相亦都係啦，冇着鞋嘅啦，對手似乎係被綁住嘅。呢一張亦都係冇着鞋啦。呢一張相咧係佢被即時虐待之後咧影嘅相嚟嘅。呢度睇唔清楚，其實當時我喺 Skype 嗰度睇咧，佢係喊緊嘅，佢對眼係有眼淚嘅。佢係好唔開心嘅。呢一張相咧就係我最後一次喺 Skype 見到佢嘅樣，亦都係最後一次喺 Skype 影嘅嗰張相，最後嘅一張 Skype 嘅相。佢當時喊緊嘅，佢啲頭髮咧係濕晒嘅，係黐住晒嘅，搭埋晒一齊嘅，因為佢係即時被綁架者虐待。點解綁架者會虐待佢咧？因為我影咗綁架者嘅相啊嘛。當日，excuse me， 點解要綁架佢咧？綁架佢嘅人咧就係 CGU 保險公司同埋澳洲政府。點解澳洲政府要綁架佢咧？原因就係 CGU 保險公司 ，CGU 咧保險公司只係一個 broker 啫，佢背後嘅保險公司咧應該係 AIG 或者係喺亞洲叫做 AIA， 就係呢個友邦保險公司。呢個 CGU 應該係 broker 嚟嘅啫。佢哋綁架 Sarah 咧，就係因為喺9年幾之前，佢哋喺我身上面犯咗極嚴重嘅罪行，係佢哋蓄意謀殺啦。雖然我係結果冇死到，佢哋喺9年幾之前喺我身上面犯嘅罪行咧，我喺遲啲做嘅短片裏邊咧會詳細咁講。因為澳洲政府點解佢要綁架 Sarah 咧？原因就係咧，保險公司收買咗澳洲政府嘅醫生喺我身上面犯咗極嚴重嘅罪行。如果我成功告嗰啲澳洲政府嘅醫生咧，賠錢嘅就會係澳洲政府。而嗰啲罪行係極嚴重嘅，咁啊即係要賠好多錢啦。所以澳洲政府寧願綁架我個女，要挾我唔好揭發9年前喺我身上面犯嘅極嚴重罪行。呢一封信呢，係澳洲政府回應我
佢回應我咧就係話，佢唔可以幫我救我個女，因為咧呢一啲係刑事嘅事，所以唔可以幫我救我個女。呢一封回覆咧就係澳洲聯邦警察嘅。澳洲聯邦警察咧冇直接回應我嘅報案，佢只係回覆一封信，就係話佢哋會調查啲咩案件，跟住以後佢就唔再回覆我嘅電郵，亦都唔查我個女被綁架呢件案。呢一封係聯邦警察回覆嘅第2頁。我揾維多利亞省嘅警察啦，佢哋求其話見到 Sarah， 又話 Sarah 話俾佢哋聽佢安全，又話 Sarah 話佢當晚咧會打電話俾我。其實 Sarah 當晚並冇打電話俾我，而我同 Sarah 咧已經失去聯絡3年幾㗎啦。我揾香港政府，係呢個信咧係2011年曾蔭權回覆俾我嘅信，佢俾咗個地址我啦，我係圖咗去㗎，因為嗰個地址我諗唔知適唔適宜擺上網啦。佢叫我直接同中國最高領導人聯絡。梁振英，我揾梁振英，梁振英又話呢件事唔係發生喺香港，所以就唔關香港事，叫我直接聯絡澳洲政府。我舊年亦都寫過信俾梁振，我2014年係啦，2014年8月18日亦都發個電郵俾梁振英啦。佢回覆咧就係話，香港警察咧曾經揾我2次，但係我就拒絕接受香港警察嘅幫助，所以佢話咧佢而家唔幫我啦，叫我揾第二啲人去，叫我揾第二啲人幫我。點解我要拒絕香港警察嘅幫助呢？佢所講香港警察俾我嘅幫助呢，就係2012年嘅事。當時香港警察話我幻想我個女被綁架，所以要捉我去睇精神科醫生。我當然拒絕佢哋呢啲咁樣嘅幫助啦。我當時係閂埋道門，趕咗啲警察走，唔肯開門，咁樣先避過咗俾佢哋捉去精神病院。我揾中國政府幫我啦。呢度有信呢寫去北京俾胡錦濤同埋溫家寶，亦都喺香港呢寫咗信俾香港嘅中國政府機構，佢哋一直都冇回應，直至到後來有一個自稱溫家寶嘅人，呢聯絡我。嗰個自稱溫家寶嘅人呢，佢係通過 Facebook 聯絡我嘅。佢叫我唔好尋求公義。佢話如果我唔尋求公義，佢就可以保證 Sarah 安全。但係我舊年先發覺呢，原來所謂嘅保證佢安全呢，就係保證佢唔死啫。其實 Sarah 喺過去嗰3年裏邊，一直係被操控同埋做性嘅奴隸。據我所知啦呢啲消息係有一啲知情嘅人士呢，用一啲方法俾我知道嘅。Sarah 嘅近況我遲啲先講啦。總之就唔係幾好。OK，呢條短片。